喂喂喂。经摆上书了。陈老师，陈连宏老师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无欠亏。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埔，带我伫安静的水边。伊予我的灵魂静养，为着伊的名，带我行义的路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，也毋惊灾害，因为你甲我伫地。你的腿、你的拐安慰我。伫我对敌的面前，你甲我摆设宴席。你用油抹我的头壳，我的杯满出来。恩典甲慈悲的确对我到一世人，我要永远徛起伫耶和华的厝。三甲来吟圣诗149首 A 调，美妙主耶稣，请起立吟全首。
咱三个用使徒圣经做咱信仰的告别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，死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过活，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壁。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公众的教会，圣徒的相通，做赦免，肉体过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免，请坐。三甲来看读启应文，启应文25篇。我要举目望山，我的帮助是对耶和华来。伊无要互你的脚摇拽，保守你的是耶和华。日时太阳无伤你，耶和华要保守你，免受一切的灾害。日出日入，耶和华要保守你。三甲过来吟圣诗263首。至圣的天父，求你压落听，请坐咧吟全首。咱三甲来祈祷，感谢上帝，逐时伊拢伫阮的身边，做阮及时的帮衬。求主保守阮善良的本性，互阮无过头的虚华，也无过头的追找金钱甲权势。
阮用圣经的教示做阮生活上的智慧。主，你是阮的倚靠，除你以外无别的上帝。阮用纯全的心尊你最大，也用喜乐、知足、感恩的心来领受上帝的恩典。上帝，你是人民人的主，教会年长的长辈，伫因软弱的时，求你扶持因；回来有病痛的兄弟，求主医治。祈祷感谢，靠主的名，阿门。赞美，请献歌队。
三甲来强守上帝话记载新约约翰15章7节到10节，约翰15章7节到10节。恁若踮伫我，我的话踮伫恁，既若所爱的，恁着求，就要甲恁成。恁结果子侪侪，对安尼，我的爸得到应当，也恁要诚做我的学生。我有疼恁，亲像爸有疼我。恁若踮伫我的疼，恁若守我的诫命，就要踮伫我的疼，亲像我有守我的爸的诫命，踮伫伊的疼。以上讲道带伫耶稣的疼的内面，请陈牧师。两兄弟大家平安。咱三家来祈祷，听阮的主耶稣，阮要感谢你。伫阮要进入主你国外的祭祀的时阵，阮的心中充满感恩。阮的心中充满你的快乐，感谢主带领阮经过遐尼长的日子，感谢主引带阮进入你的疼的内面，恳求主赏赐阮智慧，互阮共同起造阮的异象。带领德长教会进入100年，主多谢你，愿安尼祈祷，感谢奉主的名，阿免。两兄弟大家平安。咱对2月开始，每一个月的最后迄个礼拜，咱的中级干部也是要留落来参加的人。咱拢欢迎。咱伫遐为读圣经、祈祷，然后伫大家分享的内面，咱找出咱要迈向100周年，咱要起造什么款的异象。咱知影今年是90周年，真紧就要100年，100年的时阵，可能有几个人无伫遮，但是恁拢还阁伫遮。恁要看见什么款的德长教会？恁要互遮个细汉的囡仔看见恁的什么款的见证？这拢是咱爱努力的目标。第2月底，迄个大家共同读圣经、祈祷、讨论的中间，我有听到一句话，互我非常的感动。这句话带领我搁倒转去34年前，原来德长教会的迄个回想。迄句话嘛鼓励我，迄句话实在真水。咱来看，树个长老伫迄当中，伊讲一句话，伊讲30几年来，咱的异象，上帝拢甲咱实现啊！各位兄弟姊妹，什么人有遐尼大的信心？伊若毋是安尼行过，树个长老较会敢安尼宣告，上帝拢一一甲咱实现啊！各位兄弟姊妹，今仔日伫咱的中间，也阁有34年前，甲阮共同流目屎祈祷的会友伫遮。34年前的德长教会是一间跋倒，伊需要搁再重新重建，
重新建立的教会。阮去中会报道的时阵，人甲阮讲：啊，恁要去迄间教会吼，真侪问题啊！咱中会吼上弱的啦，吼，人互阮即种的评语啦。但是无要紧，因为阮真欢喜来德顿教会。来到这个教会的时阵，知影人足少的，常常聚会的时阵是7个、8个、9个。你若知影哦，迄内底有加上2个传道人，就是阮哦。加落去遐个人，后来阮渐渐发现，遮个留落来会友实在无简单。因爱共同面对教会真侪伤害，迄个伤害是做毋对的人走出去，将问题留伫教会。迄个伤害是因面对德顿乡民遐讲迄落无好听的话，你们遐济，上帝一定祝福才会留落来会友。因为因伫上帝手中诚做啥物？诚做五块饼、2尾鱼。德顿教会是伫因的祈祷、因的目屎内面起造的。迄个时阵，德顿教会无人要安怎，重新找人倒转来。阮开始用圣经的一句话。耶稣伫圣经内底有2个邀请，一个邀请耶稣讲：“你们到我这里来，恁拢来，恁拢来，来要创啥物？恁去倒来查即句话咱拢足熟的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到我面前来，有无？伊要咱得安息。阮一直去招会友来，哇，会友拢来啊！恁一定想讲，哇，会友拢来啊，足侪人吼，上济13个。我但是迄个时阵足欢喜啊，会友拢来啊，会当来拢来啊。但是留伫遮个会友，因有足侪困难的代志。迄个时阵，阮来。做上济工课是啥物？个别式。伫个别式的内面，阮发现参插足济民间的宗教，因为阮来对逐个会友无熟，阮点点在看。其中有一个会友要求阮暗时11点。去做个别式，暗时11点呢，迄日真寒。但是阮去到遐，阮的心搁较冷，因为因拄仔做西工了，因甲阮解说，牧师，因为阮一半囡仔无信主啦，因要做因的，这个信主，我来牧师，咱来做咱的。有一场有千宗的礼拜，即场阮无拄着西公哦。千宗的礼拜，阮去的时阵，迄个西公带逐个跪在遐，伊念一句毋知啥物，逐个就应有哦，伊搁念一句，逐个就搁有哦。当念了爬起来的时阵，迄个西公哪甲伊的衫脱落来，甲伊的帽仔摕落来，我过来讲，少年的换恁，你有影这？阮甲牧师转来的时阵，阮伫教会，阮跪咧祈祷，阮看到一个现象：德顿教会毋是无上帝，
是因为教会有足侪负面的物件，互咱遮老落的会友安怎信仰保去，袂晓敬畏上帝，心中无上帝重量。若是安尼，要安怎互会友重新搁倒转来敬畏上帝？阮开始为了即项代志祈祷。咱的会友为当时开始，知影上帝是遐尼疼咱。有一件代志，我咧甲牧师讲的时阵，牧师已经无啥会记咧啊。但是后来阮去摕相片出来看，牧师讲啊，有这个代志。有一日，咱的厝边摕一张土地所有权状入来，内底大约13坪，是伫咱教会土地内底有一块13坪土地是伊的，这真奇怪吼。然后咱就去请人来测量啦，来量教会土地。一量落的时阵，才知影，后壁迄间废弃工厂有一半的土地是教会的呢。啊，是安怎教会的土地安尼？所以咱就开始进行土地，咱拍拼欠钱，要甲伊即个13坪土地买落来。但是咱嘛拍拼去讨后壁即间废弃工厂，咱的土地要讨倒来。我的印象足深的。我逐摆吼，阮逐摆若去因兜吼，要找因翁，阮即两个少年的就徛在遐，因某就先出来，就讲阮翁真歹哦，阮翁真歹哦，你较细致的，阮翁会甲我拍呢。袂前袂就来甲阮吓惊吼。经过几若摆，因翁伫真无欢喜的口气，伊讲好啊，爱听你去听，但迄砖仔我的哦，铁条我的哦，你砖仔爱一块一块甲我讲落来，你铁条爱甲我捡喺边啊。礼拜日，阮这10几个人做伙参详，咱的会友真古锥。我毋知影阿姆就像这事娘，恁还阁会记得无？大家讲好哦，紧来拆，人伊要互咱拆，咱紧拆。迄个人翻吼，等下就阁买。哇！阮就去约迄落卡拉机，来吼，要拜托伊安怎？你爱安怎讲？阮逐个会友要甲迄砖仔吼讲落来互伊。结果是，我会记得是伫拜二，足热的天气。大家伫咧遐，阮就开始用吟圣诗开始。吟完圣诗，阮开始祈祷。祈祷的时，有几位会友开始哭。因毋是咧哭讲，当即片遐大片要讲到当时，因是咧哭讲，因遐尼阿爸甲咱占遐尼久啊，今仔日总算要互咱啦。两位兄弟，伫迄日，大家准备，我会记得，咱的会友早几啊期迄针啊，迄落咧卡迄落，搁一个钢槌啊，大家讲要安怎卡，我印象足清楚。大家咧讲安怎？迄日，大家会友拢请假来，因为咱要甲上帝土地摕倒转来。我毋是要互恁看这个少年呢。伊后壁即间便所，就是迄个时阵13坪土地，即间便所。这个查某囡仔后壁，迄片就是遐个废弃工厂，足大片哦。你看我要安怎卡？一定足坎的，老的足济，大家准备个针啊、甲钢槌啊，要甲迄片挖土机卡落来了，我要甲伊讲行伊。
伫阮祈祷，伫阮读圣经了后，要开始拜托迄个挖土机讲，你爱轻轻仔甲伊用落来，阮要敲。迄个挖土机讲无人安尼啦。踮遐讲几步的时阵，迄个足歹的先生，原来伊拢徛喺迄边看，因为因咧窗仔门遐徛遐讲，拢讲的啦，铁条甲我留咧就好。哇！大家伙又足欢喜的，迄日足热，但是阮的心安怎嘛足热的。迄日大家足欢喜的，咱来看即张，互咱足欢喜的图。哎，即张。后来阵安尼较较的伫迄个所在，咱来看，这是咱教会阮来的时阵，礼拜堂边仔即间是旧厝，就是遮。后壁迄个厕所土地是别人的，然后后壁迄个是旧工厂。恁就知影，迄间工厂侵入来外内面，咱伫教会顶甲礼拜堂后壁迄个土地，咱就无法度搁再使用啥物。迄个是迄个时阵，上帝真疼咱，上帝真疼咱。互咱会当甲上帝的土地安那好好讨倒转来。伫这个感觉，互我深深感觉，咱毋是到上帝面头前，咱是已经安怎进入上帝疼的内底。进入上帝疼的现象是，会友袂对基督歹势啦。你敢知影？阮来的时阵邀请会友祈祷，会友无啥敢祈祷，因为歹势哦，因为歹势。当然，阮拜三留落，迄三户中集做伙祈祷，阮是祈祷甲大声吼的。但是其他的会友真够歹势。毋过经过即项代志了，因若像讲。哇！上帝无走啊！上帝足疼阮的啊！上帝，阮伫上帝疼的内面，为遐开始，咱的教会有讲袂尽的恩赐。我印象足深的，我去田的探访会友，会友就讲牧师来，咱来甲猪仔祈祷。阮就徛喺田边吼，就伫遐，逐个甲会友徛遐为田祈祷。迄祈祷甲吼，因咧隔壁区的讲，啊，阮即区嘛爱祈祷啦，徛喺田边。我会记咧迄阵啊，迄落细枪因兜有一棵竹叶啊，足大棵。竹叶啊骹的边啊，有一台无咧用的牛车。啊，阮上爱甲有友带去遐，囥喺牛车面顶，后甲张成执事娘伫遐开讲。执事娘是伫咱教会真肯服侍、真肯出力的人吼。咱教会若咧家己做，外口的分啊不回来，啊是讲家己早期咱无钱，逐项工课都家己做。迄落和水泥，甲迄落红文土搅甲吼，会当顾甲足水的。咱教会只有一个人会晓，就是张成执事娘。张成执事因为车祸，后来伊一只手袂当出力，执事娘阵代替伊起来做。咱知迄阵土水师傅拢有2个工吼，伊阵代替伊起来做迄个主要的迄个土水师傅。所以大概咱咧办袂好势，伊来拢2、3个，伊判断点仔甲迄个水泥爱下偌济，红文土下偌济。沙下偌济，水下偌，用目睭看，讲的足准哦。因兜实在是足好耍的，早期有一台牛车，啊囡仔足爱去的。阮大概要离开的时阵，执事娘就甲加入加福啊，牵来迄竹坡骹，牧师讲即2个孙祈祷。哇！阮就徛喺遐，头前是一片的猪仔。啊！伫竹仔骹，风咧吹，足好听，竹仔声足好听。啊，阮徛喺遐咧甲加入加福祈祷。啊！今仔即2个囡仔拢真大汉啊！
行呢，咱阁一户会友有饲猪，一遍伊的猪不爱食饭，阮去探访的时，伊甲牧师揪去猪条的边仔，牧师，伊是外省人，为我的猪祷告。会友真爱祈祷。迄个时阵做礼拜的时阵，开始遐个士大人会伫教会内底读圣经。会友爱祈祷，爱读圣经，啊暝若嘛拢差不多第一了来坐遐做啥物？读伊的白话字的圣经，读甲足好听，伊嘛读互别人听。弟兄姊姊妹，当咱进入耶稣的厅的内底，咱的教会的确安那，会友会爱读圣经，会友会爱啥物？爱祈祷。伫迄个时阵，咱着掠着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快乐甲祝福。弟兄姊妹，住伫耶稣的厅的内底，你一定会当得到满足的喜乐。这个满足的喜乐对倒来，对你伫事工的参与来，对你共同你无缺失，教会欠缺的时阵，你拢无缺失的时阵，你就会当共同来领受到迄个祝福甲迄个喜乐，你会得到满足的喜乐。迄个相片是咱圣诞市集，我相信伫迄日嘛是真侪人伫伊付出的中间得到满足的喜乐。弟兄姊妹，住伫耶稣基督的厅的内面，咱一定会当得到耶稣的智慧，得到耶稣的公义，得到耶稣的保守，互咱有圣洁，袂行毋着路。然后得到耶稣基督活活救赎咱的快乐，就是咱过来过活节，咱所要领受每一年重新来领受一遍过活的快乐。但愿咱每一个人，毋好阁徛伫，毋好简单徛伫上帝面头前。咱爱进入主耶稣基督的厅的内面。若是安尼，咱的教会就开始行往这条稳定的道路，行往上帝掌权的教会，行往上帝有庇的教会。今咱的教会要做啥物？咱的会友拢真认真。丧喜事的时阵，因拢会认真问牧师：牧师，我安尼做，上帝欢喜袂？我安尼做，我会得罪上帝袂？伫顶礼拜，咱有一个青年，伊去伫一个丧事内面，伊去凹莲花。伊一边凹，伊就一边想：我基督徒敢会当凹这个物件？伊就转来甲牧师讨论。那么兄弟姊妹，上帝掌权的教会，上帝掌权的你甲我，咱会对上帝救恩足敏感的。咱会常常去想讲：我安尼做，上帝敢有欢喜？我安尼做，敢会离开我的祝福？我安尼做，敢是上帝爱我做的？圣神会伫咱的心中不断甲咱提醒，因为咱是住伫耶稣基督的厅的内面。当咱会晓经验这个信仰的秘诀的时阵，咱就会当看见上帝伫我的生命内底有备足侪代志。34年前，阮来到德堂的时阵，有一个牧师甲阮讲：少年的2年无出代志，恁就好走啊！即间教会问题多多，问题是人的问题，上帝无问题。但是上是
有一个牧师伊来，伊甲阮讲，伊讲哇，即间教会足好诶，啥物拢无，只有上帝，你才会当活靠上帝恩典。因兄弟，倒一个牧师较成功？这两个牧师，伊后来结局真正差足济。其实我今仔题目要甲咱讲的是讲，穷的只剩下上帝啦。但是即句话太伤过赖吼，我毋敢讲。后来上帝我一个感动讲，你是住伫我的听的内面的。这34年，只有若是讲要用一句话讲，但牧师你伫德长教会牧会，你用一句话甲我回答，我要甲伊讲，我是住伫上帝的听的内面，因为我伫遮深深掠着上帝伫遮掌权，上帝伫遮有庇的教会。咱头拄仔有看到即张图，咱伫教会迄阵啊，足侪爱拆掉的所在。即间拄仔伫牧师馆找即个花园遮，我若看到即台乌多摆，我就想到，我甲牧师徛去二林，然后暗时开会了，用牵的为二林走转来甲德长，因为迄是教会的财产，毋敢黑白囥。但即台车到尾根本就用牵咧走，真趣味的一台车。即间厝，大概咧落雨的时阵，拢会走蛇出来，内底足侪野工。咱咧拆即间厝的时阵吼，我着一个所在足侪野工。你敢知影个师傅马上甲怪手停落来，走去灌一罐烧酒，米酒头啊，甲遐一落落到迄内底，足欢喜的，讲哦，我今仔趁食比我工钱较济。但是迄个时阵真困扰，后来咱甲即边围起来，因为安那每一摆落雨的时阵，迄个遐着安尼落，咱毋敢互会友为遮经过，所以咱甲即边围起来。若是有钱，咱较会抹较紧甲敲掉，就是因为无法度敲掉。迄个时阵，上帝有庇一个甲咱教会完全无关系的人。这个人因为入来咱教会，伊入来是一个住伫南部的基督徒。伊入来了，我甲伊讲，这间教会阮要做60周年啊！哦，伊讲哦，迄一个不苟言笑的人，然后伊就离开啊。无偌久，咱教会收了一笔钱，伊指定要甲教会遮旧建物拆掉。伊讲我这笔钱无要用伫啥，只有要用伫恁家迄栋遐尼危险的，甲伊拆掉。10万块，咱真正甲伊整理了。但拆掉要安怎？迄个时阵有一个真后做园艺设计的人，透过我的大伯甲因熟识，伊亲自为台北摕伊的建材、伊的材料啥物，伊拢搬来，伫咱遮甲咱做一礼拜，奉献互咱教会。伊讲我要做互教会，伊是一个拜拜的人，但是伊有一个宗教的心。伊讲要献互上帝，我会甲做互上水。伊迄个时阵，甲迄个土，伊摕一个机械，伊甲土剪甲足值钱，做一个小小的山坡。迄个山坡今仔咱嘛还阁看会到。后来来咧做，我无人看伊亲像伊即种的施工方法。伊送互咱一个遐尼水的花园。迄个时阵是白牧师甲伊的先生常常来甲咱关心吼，一对美国的宣教师，伊送互咱，迄个时阵，拄我做好无偌久，后壁恁看，遐饭仔树拢还袂安那，还袂开始大丛，还佫足幼咧。咱头前几丛，后来
有几丛无去。咱的教会，上帝有备真侪有心的人，伫咱欠缺的时阵，遮个人拢活来。想象袂到，上帝恩典就是安尼，出乎我们的意料。就是牧师定定咧讲的，讲咱的目睭毋捌安那，咱的耳孔毋捌安那，咱的心毋捌安那想过。但上帝就是安尼祝福咱，上帝就是安尼祝福咱。这项工停了，咱开始准备要去后壁的教育馆。这嘛是上帝有备，咱准备偌济100万，但是咱起间教育馆佮重新做足咱的礼拜堂，总共开2500万。这2500万，牧师无出去募款。这2500万，有真侪时阵，咱无钱的时阵，会友摕伊的钱出来借教会。我记迄个时阵，有一个学生车祸。车祸了，伊摕了一笔赔偿金，若像60万。伊随摕了，牧师，这笔钱先互教会用。恁爸爸妈妈知无？迄个时阵，逐个听教会是用安尼呢。迄个时阵，咧负责遮个钱进出，教会一个人5万、10万、20万，咧登记的。是陈英宏老师，我相信陈英宏老师伫迄个时阵，伊家己本身一定得到足大的感动。我相信伊将来咱教会历史，伊会当见证迄个时阵，咱的教会安怎伫上帝的听的内面起造教育馆，无对外募款。迄个时阵，咱教会负担义林宣教中心，逐个月25000，咱有停落来无？无停落来呢。家己教会欠遐济，咱无甲迄25000停落来。咱阁鼓励会友，嘛是爱阁继续奉献宣教中心。所以伫迄个遐尼暗的时阵，咱教会一个月有5万块，包括会友的奉献，提供互宣教中心做宣教的活动。迄个时阵的信心，今仔日咱的信心伫倒位？今仔日咱的信心伫倒位？我希望咱会当甲这个信心留下，会晓这，咱起做这个教育馆，就是安尼起做来。最后一笔钱100万。是咱甲义林教会招的。义林教会时间到啊，咱必须爱行。伊教会有一个长老，迄个时阵，伊真认同咱的努力。伊来教会找牧师讲：牧师，阮的教会会期限到，无安尼啦，我身体得当教会行。啊，恁嘛免写借条，就是恁以后有钱，恁行我就好。咱伫中执会报告这项代志的时阵，树吉长老讲袂使的，咱来行。所以最后，咱的钱拢行了啊！上帝大大祝福咱。咱位兄弟姊妹，德堂教会是安尼行落来。今仔日咱要重建意向。我毋知影上帝伫恁的心中有偌重，有宝气无？今咱教会逐项都有，逐个人来看足欣赏的，逐个人来看恁教会较会遐水，恁教会设备遐尼好，但是今留落来会友的心有偌重？来敬畏上帝，咱有安怎准备？咱要行头前的道路。我咧甲牧师讨论我即届讲题的时阵，
我甲牧师讲，我伫早期阮祈祷的册内底找到一个祈祷。1990年，牧师透过因哥哥设计公司买到一个空拍图，即嘛无稀罕啦，但迄个时阵买到迄个空拍图，迄无简单摕。牧师搭伫伊的册房，伊甲教会画出来，用足粗的红笔画出来，甲教会边的蒙仔布用足粗的红笔画出来。其实我一直要找即张图互恁看，但是30年前啊，毋知伫倒位。然后牧师伫遐写“坟墓变公园”。1990年，牧师甲我徛伫遐，阮举手甲迄边祈祷。我讲上帝啊，这是遐尼快的坟墓，让它变成公园吧。阮足好胆咧，我甲上帝大大的张口。我甲你讲吼，咱若为着上帝事工求吼，上帝拢会成就。但是咱毋好为着家己大大张口，因为上帝知影咱需要偌济。阮伫遐祈祷，我昨昏甲牧师讲，你看，迄个时阵咱即两个空坎的做的祈祷，吼，1990年祈祷，主啊，互坟墓变公园。你敢知？阮咧祈祷时，有人咧下葬呢，继续咧使用呢。但是我嘛是照常安尼甲伊祈祷。15年后，伊真正变做公园。15年后，各位兄弟姊妹，10年后，咱的教会要变做安怎？这是咱今日爱来思考的。咱若大家有心，每一个月的最后迄礼拜下晡，大家拢来，咱共同伫遮讨论未来10年，咱要传往会友行什么款的道路。今仔日咱教会有一个足歹的传说，讲牧师要走啊，教会爱欠我钱，若牧师要走去吼，教会无钱要安怎？连兄弟姊妹，牧师会当走，上帝恁一定伫咱的中间。只要有上帝，什么会就有。愿这个信心，咱早期安怎行来？伫每一届错误的开始，咱拢爱来到上帝面头前，咱拢爱学习进入上帝听的内面。咱拢爱学习用祈祷、用读圣经进入上帝听的内面。上帝伊的恩赐就要互咱讲袂尽。今仔日咱的肩胛头搁较重，比阮拄仔来的时阵搁较重。因为阮来的时阵，啥物都无嘛，穷的只剩下上帝。阮只有向上帝祈祷，只有向上帝恳求。今仔日恁有足侪资源，打乱了你们的眼睛。可能的是讲，教会敢无啥物，教会敢无啥物。当咱足侪资源的时阵，魔鬼就居伫门骹口咧等你。圣经开始，魔鬼的记载是啥？他蹲伏在门口，等着吞吃人的灵魂。咱兄弟姊妹，但愿上帝伊赏赐互耶稣基督的圣洁伫咱的内面保守咱，毋好行歪曲的道路。今日恁的责任足重的，各堂教会将来发展伫恁的肩胛头内底，毋好用人的目睭去衡量，毋好用人的思想去算教会阁剩偌济，教会有偌济。恁爱用上帝的眼光，恁爱想我只有上帝，恁爱想上帝爱我做啥物，甲德堂教会传往100周年。
咱敢愿意安尼？咱大家来拍拼，咱大家来拍拼，因为咱拢是住伫上帝内面。哥罗西书4章12节，使徒伊安尼祈祷，伊讲：我足拍拼为恁祈祷，愿恁伫上帝一切旨意来得成。上帝伫得长教会所要成就的，拢会当伫恁的身上为他来完成。愿上帝祝福恁信心充足，袂去互世俗的眼光影响去。愿上帝祝福恁伫伊的面头前，永永远远站立得稳。咱三个来祈祷。听阮的主耶稣，赦免阮，赦免阮常常无胆，赦免阮常常看袂到你的恩赐，赦免阮常常讲安逸的话，赦免阮常常讲够了。上帝，你在主堂教会够了，主，阮知。你有足侪事工爱阮去完成，你的旨意伫遮也未完全得成。恳求主将伫耶稣基督内面的圣洁、智慧、救赎，充充足足灌压伫阮每一个人的心上，互阮成做你无见效的囝儿，互阮有气力将你的旨意完成。阮安尼恳求祈祷。奉主的名，阿门。三甲来吟圣诗250首，救主耶稣万福本愿，请起立吟全首。
请坐奉献。请坐平安礼，请陈牧师。咱来用耶稣听你来祈祷，求上帝祝福咱的教会。伫这条诗歌的时阵，咱的心中若想着咱教会的长辈，想着你心中的重担，想着你心中的跨路，咱拢会当出声来祈祷。耶稣听你。咱住伫耶稣的内面，咱照着这条诗歌，向主来恳求。你的心中有啥物欠缺，咱交予咱的主，咱拢出声来祈祷。听阮的主，我要感谢你；听阮的主，我要感谢你。阮的心中有真侪快乐，阮的心中有真侪阮无法度做会到的代志，但是阮知主，阮伫你的听的内面，恳求主你甲阮教会长辈做伙，甲蔡经兄夫妇、四德校长夫妇、詹天比老师、本日张老娘。以及着我的妈妈、素姐啊，这年长的士大人，以及阮在座每一位年长的士大人，因拢爱伫主的听的内面，主你保守因出入平安，身体健康。主你也互阮的细囝伫你的内面，有主你的智慧来成长，互因袂受引诱。
去做因无应该做的代志。主，你祝福我每一个需要你的人。主，你怜悯阮身体欠安的，特别丽华姐、黄宏仁、潘素贞老师。主，你怜悯因。主，你怜悯人具的软者。主，你怜悯占达兄。主，你每一个人需要你的。主，你的疼拢伫阮的内面显现。主，多谢你，成做阮的交托。多谢你，因带阮去做共同疼的教会，互主的名伫遮得到荣耀。主，你要祝福欠缺得到丰盛。主，感谢你，因为有你，我有讲袂尽的见证甲恩典。主，我们感谢你。主，我们感谢你。听完的主有你真好，因为你伫阮的内面，我嘛伫你的内面，阮享受甲你共同一体满足的喜乐。主，阮感谢你，主，阮感谢你，阮安尼祈祷，奉你的名来求，阿门。咱要来为着生日的人祈祷，咱要为着广芬老师伊伫南部吼，咱要为着和信学，特别咱要为着圣熙、圣云这两个双生仔来祈祷。来啊！以前是看云心云房，云心云房的头前是看庭耀庭义，咱到伫每一代拢有双胞胎，上帝祝福是双倍，对无？来，为你们抹上馨香之油。下面咱请徐个长老来报告。这是我来报告。顶周的聚会咱家己看，本周的聚会主日礼拜日早起9点半伫到礼拜堂，祈祷会拜三暗8点伫礼拜堂，青少课拜六暗时到7点半伫教育馆1楼。查经班拜六暗7点半伫教育馆2楼。下周的圣工服侍司会陈英宏长老、司琴陈美秀执事、司宪钟宏仁房间执事。交代第2组爱参暂停。新安宫的读经表，咱照安尼家灵修。具体交通第一，2022年度主题传承上帝国，塑造新特殊。咱教会10年的目标展望100，
今年是咱教会设教90年，大家同心来追求10年的宣教目标，迈向100。第二本主日，曾牧师前往行动30使徒中心讲道，请代祷。第3月27主日下晡有中级干部共适营，请代祷。咱也为生日的代祷奉献，咱家己看，若有毋对，早晚过节人员反映。祈祷的交通，代祷事项。第一，为台湾甲世界度过武汉肺炎的感染期祈祷。第二，咱请为以下身体欠安的兄弟代祷。第三，为教会青少年的心灵甲课业祈祷。第四，为适婚的青年的婚姻祈祷。第五，为姊妹教会代祷护林、集德克达亚。三甲来吟上营515首。主圣天父，阮感谢你，请起立吟全首。咱来领受上帝祝福，愿上帝面光恩恁，愿救主耶稣基督的疼日日甲恁伫地，愿圣神的怜悯保守时时刻刻甲恁做伙。阿门。